后来继续来看，这个月初10，花莲的倒溪山区有一只港的鱼掉山地震，相关的单位组成救援队赶到现场救援，结果发现这只鱼不是第一届受伤，进前就互箭仔夹到，空喙烂去生虫，有生命危险。治疗了后，原地野放，这救援的画面嘛现光了。 画面有翕到乌鱼踏着山地条，拢袂震动，眼神看起来真无助。现场人员赶紧甲偷开。暗时光线无好，因过林务局人员甲兽医乌鱼妈妈黄美秀拢为这只乌鱼拍电甲解救、注麻射了后，针对乌鱼的空喙赶紧甲清好。同时，佮注抗生素，判断这只乌鱼已经掉掉3天以上啊，佮毋是头一摆受伤。进前就捌夹断脚，共一个所在又佮有新空喙已经生虫啊。 互人看到真唔甘。亲手接触过的熊，36只，有一半曾经误中陷阱，脚掌都不见的时候，爬树的效能会非常的差。很多植物都长在树上，所以你的觅食能力就会比较差。山猪吊手呢，有列入就是在禁用的这个劣迹之一。这些东西呢，我们都会把它做清除。另外呢，在黑熊保育协会呢，还有林务局呢，也在就是所有的山林的附近的周遭的 部落社区呢，都会进行环境教育。这条乌鱼空喙抹药了，已经有较好，慢慢恢复健康。拍入晶片了，已经现地野放，提醒乡亲，你若掠保育类的野生动物上悬，会使罚100万块，判刑5冬，请留好这动物一条活路。